不会有事情。不会有事情，不会有事情。怎么样？陈冠强，不会有事情，不会有事情。下课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上班一条走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莫闯就莫放。当当当当，嘿哈可总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总爱老爱高错。当当当当，莫强勇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人安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，总越送出一种歌。看天不迷茫，大饱了七家等起步。莫偏就莫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可总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总错老错高错。当当当当，嘿哈可总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可总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向他走。我是谢以明，博士班2年级。你在网络上说你要找家教帮你补大4的课，我准备提前毕业，听说大4的课程特别困难，需要加强。我只有一个原则，我不代考，不替你写作业。家教的时间跟上课的方式由我决定。我叫你来你就来，叫你准备什么你就准备什么。我们不谈私人问题，不问过去，也不说未来期望 ，OK 吗？我知道，这样很好。总算哪有赚到起点？我吃都没必要，没做我们就按你做。人说是结局的，唔敢唔啲眼睛眼睛，因为我唔相信唔嘅问题。6年呢，唔嘅勇士离开，我有怪人讲唔好，一下转来，不能只有一时空间，好冇？先生，谢一鸣将个办公室去处理，经过老舅好好配合。啊，几张转来，带佢熟悉一下。好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按照实体标本等比例放大20倍的蚂蚁模型。太惊人了吧！这样观察起来不止方便，而且可以做成昆虫鉴定课的辅助教材哦。这是变形金刚拍成电影来，做伟大发明哎！不管是3D 模型还是标本，都不如像这样可以拿在手上来得好。你看它的细节、姿态，甚至是材质的选择，
都是艺术，你说是吗，陈冠强？好，没问题。我有事，你有事可以找我，我先走啊。至善楼迄那一栋啊，你知迄个哦？还记得你扶迄顺风啊？学半天了，你哪？哪？你图鉴敌度啦，你用啥用诶？帮我个懂哦。冇啦。过瘾。你选修新眼神的生物技术核心实验啊？用的啦。太学3年做新应用啊，等于图书馆我搞的。慢冲啊，大宋时间。没有。嘞。冇啦。像个臭蚂蚁都会给出高。唔是小，有个忠诚度，那你做得比啊？皮卡尼哦就会过客了。首席助教非你莫属，没问题啊。好啦好啦。你用啥？伊咧医生，伊咧复杂。眼神很暗沉 ，relax 好冇？哦，你看，你牛田龟郎就出来散步诶 ，relax 哦。不过你送退休诶，就存1年诶，还想过什么逍遥好日子啊？我伊奈啊，迄讲经过创的店嘛，我爱买1包鸡翅。那莫汉。嘿，朋友哎，杨英泰，你应该选修道德推理。当你陷入自利与利他困境的时候啊，朋友迄唯一个先锋。迄讲他2年呢，含拉嘿。妈个态度啊！你叫，记住安尼啦，无叫我啦。按叫杨英泰讲，我去读书频率太高了，有鬼。莫个咪死啊！要迄人造费洛蒙。你讲的迄古龙水嘛？眼睛不愿出门，明明就是动情武装。难道杨银泰成熟发情了？你学姐，你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吗？没有，今天下课啊。那你有准备好？奶秋讲，离。杨银泰抓到了哦。没义气耶，交女朋友都不讲的哦。学姐，新来的舍监哦。很好，这个宿舍我已经认识2个人，杨英泰、陈冠强。你是许瑞成。许瑞成？这么巧，我也认识一个许瑞成。叫瑞成的不就满街都是？菜市场名啊。你好，
第2个徐瑞成，我是谢以明。谢以明，怎么了？你也认识一个谢以明啊？没想到我的名字也是菜市场。你认识的谢以明？ 2年前，我在木林村认识一个谢以明。景丰一，景丰一，你那个模子，告白以後就唔驚睇啦。你再來讀昆蟲呢哦？按個胎誒，迄啲好教地度讀動，來聽從你唔做hen，完全變態了嘛？学姐嘅意思係有蟲生蟲無共用。佢咩昆蟲呢？好冇？佢啲啦。拿子拿到。杨英泰，你怎么不找我当家教？请学姐做嘛给啊？基地的也助理啊。佢喺博士班的传奇学姐，他要读6年呢，我用人老几笔啊？还没做的啊？来填臭麻的做研究，没有可能只剩博士班啊。唔靠听哦，世事变迁无常哦，说不定金钱要给发地度与学姐嘿。 Stop！ 都大很用的啊。唔用啥？要注意到哪个问题冇？哪个问题啊？又会给他童话故事。你转过来。讲起啪嗒啪嗒啪嗒，比之后我们小路人生病的时间，会一个人感到孤单、寂寞，觉得冷吗？不会，李仲谷系学妹啦。哦，你有老伊讲李仲谷的事情冇？佢冇飞冇？无非咧，甲见面爱手弟啊，佢会从哪个位的？来讲本堂啦，爱唱的上部系哪个位的？唔想本学姐吴飞就劳力赚股讲清楚啊，蒙阮人长存啊。我知道。瑞成学长，爱情的两个初恋情人呢？我个初恋情人啊。讲真嘅呢，唔行係冇辦法，唔記得佢，錯冇。我冇辦法，唔記得佢。愛啲嘅。
许瑞成，眼眉无办法，唔记得唔。两个初恋印象，迄捧在你身边碰碰鼻；你转久的初恋印象，迄从在你身边蛮耐受。韩菜哥，嘛嘅啊，有印象的英国伊迄楚松嘅因子啊。今天唔用少，别小小的梦中情人哦。唐豆某，你这么干要飞哦，不准！迄老学姐讲啊，拜托你用你充满智慧、经验的学姐身份，替我这个学弟好好想想前程未来，放我一马啦！我要用你做干你的乜事啊？这有快啊！同学上课喽。
同学注意这边，这位呢是你们这学期的助教，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这堂蜂群管理学的助教，我叫谢以明。这学期呢，就请大家多多指教喽。好的，因为蜂群管理学呢是一堂实作的课程，所以会把同学们分组，然后到学校农场工作。接下来就是这学期的分组名单。第一组吴妙雪，女生就得爱面条钱，不管用班，要做什么快事啊？每年都在东爱学成的决心咩？陈冠强、陈柏志。好的，这学期同学们就多多加油喽。好，大家都记好自己的分组哈。来，这养蜂呢是全球性的大事业。老师，学成什么事情？我还没有分组。学成同学，你不是对风蛰过敏吗？所以我已经跟老师报告过了，这学期你不用分组，不用实习，交报告就可以了。况且养蜂，你应该还了解才是。好了，听清楚了，坐下。刚提到呢，这个蜂类呢是昆虫界的第4角。过来。按枪啊，我搞你。有，勇汉。嘿，来来。都跟无闲物啊？无啊，强勇啊。哦，我听书嘛。是啊。自家来就好了呀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身骨过来。哎呦，小帅哥。哎呦。唔记得过来老彭阿姨 say hello。阿姨 hello。hello。哦，来听书哦，哈，按乖哦。嘛个听书，佢哦一병了之都佢吵啦。哦。讲我就看佢讲个阿姊。哦，讲个阿姊哦。我来请以明姐姐哦。几片啊？去啊。阿姨按子噻。漂亮，漂亮。今年的蜂巢可好啊？来。哪有？唔了暑假，挨咩了暑假啊？挨听一行阿姨讲，唔要上课啊。所以唔得人唔讲哦。挨有当时爱准备乜嘅啊？唔睇什么嘅啊？也系挨自家做嘅。哇，很强哦！也系挨嘅没有作业，挨拿到全班进高分啊！也系见风也个，做得很优呢。先摆阿姊讲，中秋看嘅山都有看过，有几行人无看到嘅。讲迄阵时点样看蝴蝶，拿手去寻图卡。你讲嗰一把，唔全部手机都先关注哦。因为阿姊看到嘅，我咪上爱看到啊。不做杀杀，唔爱记得，真正想爱看到的风景，想爱看到。
上个同时又木足宽出后。杨英泰，咱家去请学姐啦，我给推出啦。这个懂反呢？徐瑞成，老英泰讲啊，俺真紧终于得退出啦。我为这天等了6年呢，6年呢，徐瑞成。徐瑞成。你做乜嘅啊？我哪伫啊？几耐要volta？瑞成学长，俺都好爱请呢。Black tea， 你请好色嘞？是，你搞可以做。你直接拿过来了。事情这样。个面软软的，又真唔像因素的。冇力嘞。准批。回事。亥翅木草蛉。长翅木菊尾虫。鳞翅木黄蛾，皇上吉祥的黄。黄蛾。跳翅木卷叶象鼻虫。双翅木石虫蟒，螳螂木卫士企业螳螂，半翅木黄斑春象，刺桐右巧蜂，革翅木绝搜，双翅木隐锐，杀下来就像冠军第一强学长老尹俊批嗨炸节目，跳蚤马戏团。哎呦！哎，你听说的表明嘿，我用伫处理迄暗上面的条路。廿个人生目标，就做昆虫那些高手。学姐，拜托啦，俺按撒网按大兵啊，听说总袂手按迄大宋体啦。慢人讲为大宋体，你还最领发的太口久。漳州的第二农高高的标本是请到按现在的标本，俺用有可能很调价，让你不用走。真劲 ！What a wonderful world！ 俺先讲哦。要种用鸭子鸭大的方式，老朋友听说的事情，就许瑞成张袂做。根本呢，佢来唔得，我张推佢做的。哦。好诶，这有快。许瑞成同学暗从感情哦。
嗨，陈冠强学长，做得转去了。我送。唔过艺术超好哈。安子谁？安子谁？感谢学姐。你答案部出啲嘅内容，讲清楚我来也问清楚。佢无衰，我就冇办法专心读书啦。好，奶弟诶，来上课。学姐，许月成老人告白嘅件事情有样冇？俺配讲过诶，不谈私人问题，问过去。佢原来讲虫害经济的定义。好，本周的先来看台湾柑橘类病虫害防治。中美洲10年前引进了病虫害防治的技术，彻底改变了经济生产链在当地的一个影响。许月成还老要留灯哦。伊讲遐迄支托昆虫内清虫药的理由，味道爱。安尼手行较冲诶，要瓢本强势给单枪一个送盆。爱迄讲老汉说事件，要用简单就好诶。来，继续。这里，害虫密度与被害量呢，必会随着时间而变动，所以这个中美洲例子。他是病人，我们是陪他来的，我们都很关心他，我们是超级好朋友，投名状，桃园3结义，3剑客，33两两。我是杨启泰的弟弟。好，请进。许瑞成刚做过过敏原测试，唔个看到报告。因为我东兄和尹太朋友见面啦。笑落来，迄影片也对来看片，当又会到眼个时间，看眼个门诊。还记得礼拜阮捧的条你情形无？记得啊，一条都就看唔清楚，跳去咩东南，个月就唔定的。既然佮捧的条过敏反应又发生了，这是不是时间？一般人过敏反应发生几率大概在3.9%，养蜂人家则有可能提高到43%。佮捧的人佮十字架，医生世家内有十字架，连规帮的人就得到救赎，都差一个。嘿，手癌无靠到伊去验，规副下的人出迄医生，敢有差癌个？恭喜啊！检测报告初步验尸，无过敏反应，详细报告过两件为基本，迄讲有某个问题，做了随时清来。真紧哦，什么案子谁？不是神母癌啊，我神亡就神亡，人体自我修复机制。杨医师，那个过敏原测试有准无？免费挨着，我会用一个报告去老先生讲。瑞成、漳州的参加实习活动。血液的检测还是有误差，比方说环境、寄生虫或是用药等等，每个人的差别也很大，临床准确率只有7成左右。哎呦，有透过过敏免疫系统基础哦，有点有意思。不过昆虫过敏免疫系统单一，
还用不上法米西啊 CAP system。还讲个靠表，唔想3年就偷伫昆虫内哦。我事后伊，唔正经，迄个屋卡真成绩一扎。前2年这老爸因年头费用减免，有讲到唔咯？甲我讲诶，唔知诶咩？恁规帮人就冇乜个成绩嘅话题，讲到就一起诶。这动好啊，按自说。好啊，要本来骗人，定动叫诶。新朋友讲到有眼朋友。迄个有问题，就咧随时请来。做一声用诶啊！就快啊！唔用的啦。今晡日庆祝我解除过敏警报，我请也得10本。无限，有无限？强下啦。就讲眼无限头唔识系冇？眼爱老人嘅梦中情人约飞啦。林太。just kidding，just kidding。学姐枪黑嘎高，来做证明。更讲哦，只要看事情，不要跟我开玩笑。过敏原 S5。瑞成，第一次看到这个杨银泰这么不爽可见他哥定是他过敏源。唔好依赖啦。那个许瑞成，还自己看免疫系统的书哦。唔是谁啦？最后一些影嘅棚咧出问题。唔系啦，遐银泰按上问银泰的事情。因为银泰看迄书哦。银泰规年免出出，不过还没懂关心爱。还讲要摆唔系因为记，下早唔会来做检查。你要落台就按钮，喜欢你这样操作一个模子。那还有5分钟，现在是2位。银泰同前嘅声音，最考试语冇蛮好，因为考到以后嘢冇考到，真係考你冇過。你有啲意外，今年我毕业开始做医生，可能本期压力动态。当然啊，佢今年就都得脑科手贴嘞，杀下来就喺学士后的医学院考试，压力动态诶。眼巴都叫到昆虫呢。其他个我老唔讲，佢都强哦。3年就老新年的课修贴嘞，水深火热诶。可能因为佢动力兴趣，过咗3年就脱贴嘞。我一算义父，我听说根本就唔係佢考唔到醫學院，係佢自己咩快嘅。不過佢嘅調試係用嘅。好啦，冇時間我再回啦。
5分钟按假哦。你反应，我引太空用。学长，你做乜嘅啊？不点哦。内底上杨英太平常时伫上乜噶？内面唔伫啊。不说英太上托昆虫呢，当然强用。不过遐3年，3本人指导去上托医学院，佢伫上乜嘅啊？你确定英泰他哥说的人是我们认识的杨英泰？知道动物土里嘿，唔免嘿啊，也免迄先生，就想做教师。不过，正经地，你想我嘛该哦？对啊，来懂清楚。错诶，杨英泰咧？哦，来甲他看到其中啥第4件事约会啊？约会？是1 by 1教学啦。对，你看品种的地方有差别，体型也会有差。给你看。做咩事情？觉成，你用下。学姐，就知道台湾要不会经济无嘛好无？哈？鸭子鸭大。你搞几讲没有？我迄讲，你知道从自由经济示范区亚中政策，正经做对提高国民生产毛额。你妈妈房子过来，去 AV 到木雅经济学。有无有可能？伊迄味道嘛该慢饮滴啊。见伫 Adam Smith 迄慢饮哦。演出《我是传奇》的第3名。给威尔史密斯啦。Adam Smith 迄写《国富论》那年，那迄现代经济学之父。学弟，梦梦的哦。也对太后生来讲，迄真基本的啊。唔免嘿。见伫 Adam Smith 拍拖昆虫呢？拖昆虫？注音无人掠着广告，掠大故事啊？注音无啊，今仔是广告，我用唔伫啊。Adam Smith 和伫 Oxford 读书的时间，是当年第一看捏讲，加个《国富论》就是记录对捏讲的观察，用到人类社会制度得到的结果。骨说《国富论》制度性创业的劳动分工概念，迄参考捏讲的阶级组织哦。不过，像 Dr. Donghouse 2009年，等到《纽约时报》的研究，其认为捏讲无影响的按杀亡。有50%的捏讲，医生人嘛，该事情就唔做，也就是讲，包含资本主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基础，其实都会建立到 Adam Smith 对捏讲的错误认知当中。学姐，有老强的啦！要硬很正经唔伫的。注音都带 nice 广告也故事啊。
骗你的位啦。啊？就 Dr. Donghouse 嘅片对你讲的研究是正经的，其他的全都是俺凊彩讲的。我就猪哦，听起来怪怪啊。错啊，我手讲，主因有讲过，我会唔知啊。唔嘞，唔要信哦。你我好骗哦。因为你讲过的话，係全部都偏到成功度。我讲过的话，唔全部都记到成功度哦。因为阿姊看到嘅，我咩上爱看到啊。我唔记得讲过乜解，根本你做安尼。英泰，听讲你的检查时间伫遐上课。哦。学姐，坐在外面虎头蜂窝耶。来了。长角胡蜂，学姐，我先离。先不要担心，叫大家先不要靠近那里，我请消防队来处理。唔是消防队啦，应该就做得。经济学俺唔知，碰到俺做得。许瑞成，讲乜解啊？你有讲咩呢？记得了。总讲一句，今早碰到，也都不准去处理。大家讲咩？好诶，唔信哦，很好做啊。我跟讲，不准去同碰到。好啦嘞，松拜毒肉鸡，看样毛娘哦。停停！你是乜嘅？乱飘飘，许瑞成，老弟啊！好的，学成冇啲啊，希望聽到未出乜嘅事情。一隻無才跳，我來啦，我要裝批，較安全。那拼裝車咩嗰啲架車啊？余耀明，你講咩呢？风泉管理学，是的。我太六哎，我就要被学校退学了哎。老外叫我转去莫能村。莫南村。你瞧，过来。妈妈。講慘慘的，用你的呀，笑眯眯的，痛碰的呀，到底嘅有久的呀。久的呀，淡淡去，流水的皮痛，怪娘没得讲，嘅爱 love people， 动物养了嘅事。希望嘅動作，切切切切，兩三三的，增入了心度嘅山。